来，即摆是这个文旦的采收期，云林斗六警察分局成立护幼专案，甲社区义警3小班合作，加强巡逻甲监视系统，守护幼仔农财产的安全。斗六市种文旦的面积大约有200公顷，地理因素加上在地农民一直进步的栽种技术，云林县警察局和斗六分局嘛，伫大年8、9月成立护幼专案。那本年度我们执行的护幼专案是针对斗六市周边的文旦果园来作为巡护区，分为2个阶段来实施。警方除了规划7条巡逻路线，而且24点钟拢有安排员警巡逻，嘛会调整32组的监视系统。24小时来执行巡护。那除了以上的巡逻勤务以外那我们也整合我们斗六市这个周边的监视系统，来强化整个这个监控的效果。有警方来巡逻，农民嘛会当放心，唔免烦恼家己的心血的乌有气。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